職業電腦玩家球場漫步又和大家見面了。雙11啊，大家都有買什麼東西嗎？哎，我去，看一下啊。据說是打感湿滑、灯光炸裂的一款键盘啊！我们直接開箱，不說廢話。狼蛛 F87 Pro V2 版本，這個小箱設計的我很喜歡，哇，非常的亮啊！操作指南、保修說明書、保護殼扔掉，沒用，對我來說沒用，扔掉。键盤帽，拔帽器和轴承啊，键盘轴和键盘轴，一根编织线 USB， 另一面是歐盟標準 Type-C 口，質感不錯，很粗且很柔。最后呢，就是键盤本體。哎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整體呢是87键位，并且呢在做的很緊湊的情況下，依然保留了方向鍵，重量適中。
配色很漂亮啊，它採用的是半透明的黑，是黑雾透流星轴。并且呢，这个配色呀是超神版独有的，黑雾透的键帽加上12个热升华的键帽。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彩色的，用它给我们佩戴的黑雾透可以替换成整体全是黑雾透风格的。并且啊，它的电源给的也是非常的大，是12000毫安的大电源，这你敢想？轴体採用的是流星轴，并且它給我們帶了2個樣啊。給大家聽一下它這種軸的感覺。開機，哇！漂亮不漂亮？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啊。媳婦睡着了嗎？睡着了嗎？沒睡着？困嗎？不困的話，幫我說句台詞。我一會兒我問你，我說你喜歡不？你說我不喜歡，你說這晚上這敢迪廳了，完你就吐槽一句啊。弟弟，看這個喜歡不喜歡這個顏色？不喜歡。怎麼呢？趕上那個迪廳了。好。好。它採用的是下方的燈位啊，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啊，因為什麼呢？它既保持了這種非常炫酷的顏色，並且呢用的時候它不會刺眼。像我現在在用的鍵盤啊，我不給大家展示了，因為我馬上就要替換掉了，不想陪了我這麼長時間，它又落了一個被我吐槽的下場，對不對？畢竟用了這麼久。這個燈啊就不刺眼，你在晚上用的時候打起字來就特別的舒服，既美觀又實用，就微微的那種透光，它不是直接射到眼睛上面的，而是在這個鍵帽的下半部分透出來暈出來的這種光射，一種氛圍燈，而非那種刺眼睛的那種照明燈的感覺。並且在空格鍵這個地方，它採用的是3顆燈珠，它不像有些鍵盤啊廠啊做的摳收的，它有些鍵盤它為了這個地方省出一個燈來，它都喪心病狂的想到什麼辦法，把這塊整個塗黑不透明，然後在這兒開一個小口，哎，就微微亮，就一個燈就代替了，解決了啊！這是一個方案，對吧？2個燈都要省。並且它連4周都是有燈帶的，大家發現這個事兒沒？在這邊還有一個點陣的點陣屏，這裡面是有49顆 RGB 燈。
總計223顆 RGB 燈組成。這也是难怪它设計12000毫安的大電池啊，小一點還真就招不住啊，真就扛不住啊，這個電量。啊，这个键盘我用手这麼擰，它甚至微微的還有點柔韌性。這個就是什麼道理呢？啊，這個觸感，整體尺寸呢，可以說非常的緊湊，362乘137乘以41。比較適合桌面位置本來就很緊張的，或者說遊戲玩家，因為我就喜歡緊湊的。為啥呢？緊湊的鍵盤可以帶來更大的鼠標的移動空間，大家能理解嗎？這鼠標玩起遊戲來，你就來回來去的晃啊，然後你鍵盤如果很大的話，難免從這個地方打架，對不對？你設計的緊湊一些呢，你就獲得了更大的桌面。它是有3種連接方式，可以是藍牙，也可以是 2.4G， 也可以用有線來連接。如果你不是經常的走動，你也可以直接用線來連。並且啊，它的有一個地方 2.4G 的發射器藏得非常好啊，大家看到沒？我要不說，我直接把這個鍵盤給你找，你可能找不到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哎，我現在我給大家展示一下，給大家展示一下幾個面啊，你可以找啊，你可以暫停找啊。你看發射器在哪裡？配件剛才也給大家展示了，我告訴大家它藏在哪兒。在這邊，這裡有一個磁吸的小鐵板，哎，拿下來之後，這個發射器自己就彈起來了，看到沒？它是有一個磁吸的，不用的時候呢，再把它放回去。你放回去之後，你甚至說，你就這麼待着也行啊。你要這個小鐵板不扣也無所謂的，這麼待着也挺好看，它不影響什麼。哎，貼回去，這就藏起來了，非常的棒啊！在有線和 2.4G 的接收器情況下呢，它的回報率可以達到雙 8K， 並且這個點陣屏這邊它是可以支持互動的，可以聯動，也可以聲控。我們可以編輯一個 GIF 動畫放到這邊啊，看一下。這是內置的一些圖案，哇，我操，是不是挺有趣兒？這個小屏還是挺有意思的。它是可以一鍵進入網頁驅動的，只需要搭配一個組合鍵進入，它是可以一個組合鍵進入網頁驅動的 ，FN 鍵加 M 鍵即可進入網頁驅動。
並且它的4個区域的燈光都是可以調的。不喜歡燈光的呢，像我弟弟刚才說，晚上不想搞的这个屋里像 disco 一样啊，也可以用组合键来一键關閉，這樣呢就可以夜間隱身工作。不過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燈光啊，我必須把它拉滿。除了燈光的開關鍵 ，FN 搭配返回鍵，也可以控制它的點陣屏開啟關閉。燈光的模式啊，還是較為多的，我摁了半天沒有重樣啊，我也不知道具體多少種。
如果你不喜歡它的花哨的燈光啊，單純的想作為夜間來使用輔助看這個鍵位的話，其實也可以把它調成純色。纯色的方案呢也是有很多顏色可以調，它可以雖然是 RGB， 但它實際上可以搭配出很多種顏色啊，像這種黑加暗黃，看起來就非常的有質感。它的侧條也是可以調節的，這需要搭配 FN 加上右邊的 Shift 鍵來調節。這是大宗師版啊，和超神版独有的功能。電競風格拉滿。玩了半天燈啊，我們看一下它的後方，可以分3檔調節，這是最高。這是小支撐，微微的把它抬起。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個角度的，也可以全部的放平，因為它本身就多少有點弧度嘛，它是本來有弧度的，你放平用其實也還好啊。它不是一個就是平平的纯平的那種鍵盤。本身有一个舒適的弧度，它這個燈啊，我研究一下啊，我把這拔毛器用一下拔一下。我們用自帶的拔毛器啊，來給它，哎，還挺好拔。這個是我所接觸過的鍵盤當中算是好拔的那一類啊，不像有些鍵盤費個使勁拿不下來。它這個燈大家看一下，它不是一個純的就一個小光柱啊，那種刺眼的燈。這個燈它的面積是很大的，所以它出來的光很均匀，並且搭配這個鍵帽，因為這個鍵帽本身是半透的嘛，它就可以起到進一步的柔光作用，讓這個光更加的柔和。
包括它這個側邊的這個光域呢，也是沒有那種斷條感的，沒有斷层。它這種虽然是半黑的，不過它这个透光性做得很好。放上之後呢，有一種呼吸燈的感覺。不過有個地方我要吐槽一下啊，它這個為什麼鍵帽要設計的這種都是花里胡哨的？我很難區分它這個是幾呀，因為我剔下來之後，我想找個數字鍵5裝上去就沒有，全是這種小花的，看起來很迷。但是你日常用起來習慣了，其實也還好啊。它这個甚至說有一種什麼感覺，像時鐘，你看這是5點鐘方向嘛，然後6的就是6點鐘方向，7的就是7點鐘方向。這個地方設計的有點反直覺呀。然後它這個7點和8點的呢，又好像是對調的，越來越迷糊啊，越來越懵。我要把這個上面全部替換啊，把這個帽全部替換，給大家看一下全部替換之後的燈效是什麼樣。正好啊，把它拿下之後，我們給大家再看一下。看一下它的軸，它這個軸有很多款啊，像我這款呢，用的是流星軸，屬於是凱華線性軸。屬於快速觸發，比較適合遊戲電競來用。打字用的話也還好啊。
其實如果你要是長期打字來用，不是纯的电竞选手，你也可以选择他们家的流星冰淇淋轴。冰淇淋轴呢，轴距比它更长一些，会比它更加適合碼字。它是12000毫安的電池，可以待機11200個小時。如果是純工作啊，連續工作時長可以達到700小時。這個我認為就基本上沒有必要連數據線了吧，對吧？沒有必要連這個線了，讓你桌面更加的整潔一些。当然我说的是这個續航時間是關閉燈光的理論續航時間，而且中師版和大中師超神版的電池容量是有差別的。12000毫安是大中師和超神版的容量，中師版是10000。它可以在 USB 和 2.4G 的接收器支持热插拔，即插即用。藍牙模式呢，可以適配帶有藍牙 3.0、4.0、5.0 及以上的蘋果 Max、蘋果 Mac、安卓手機、平板電腦或者是 iOS 手機或平板電腦上來使用。它中间键盤的中間有夾心棉以及減震墊，還有下方的減震墊，再搭配這個外面的這一層膠墊，可以讓它在打字的時候呢，噪音降得非常低，只有這個鍵盤的軸的下壓的聲音，不會產生一些顫音或者是共振。我先把這個鍵帽全換完一會兒給大家再看一眼。
講道理啊，你們要買回去，可能也会像我一樣把这個鍵盤帽都剃一下，因為那好多鍵盤帽啊，都是就是纯纯的一個小花，讓人很迷，不知道它的代表什麼。